农历10月20号是城隍爷圣诞，安平城隍庙将伫东港举办一件大吉公益市集，邀请侪间在地商家参与。现场会卖虾饼、阿天酸梅汤、珍珍茶叶蛋，还有剑西塔罗牌、阿天测字，以及安平平安文创商品等，以热烈趣味的方式庆祝城隍生。城隍守护，百事平安。城隍爷的生日，我们明天还有一系列的活动。最主要呢，我们是要透过庙会这样子的活动，让更多人知道庙口也可以变得轻松不一样。未来我们想要在城隍庙的门口开设一些假日市集或是夜晚的市集，让群众可以来安平喝喝咖啡，然后来亲近一下城隍庙。因为我们小时候啊，大家都说城隍庙很恐怖，都会听到鬼吼鬼叫的声音。我们也希望透由这样子的活动，让更多人能够来亲近一下在地的一些民俗风情，来体验看看。为我们安平400这边做这样一系列的一个发表，那今天我们也感谢我们罗慧老师还有我们韩东老师2位大师把他们作品呢融入在我们安平的一个小吃上面就是我们用我们那个虾饼就是我们鸿运虾饼那大家能够安平平安那这边也感谢我们的那个安平平安我们火锅老师也结合我们做一个320的一个发表。伫这撮市集内底，阁会当看到设计画像出自城隍爷掌管灵感神路的320，而且制作材料更是向安平城隍跋杯温准所来。在跋杯同意之后，取了那个庙中的第3中间那个钟乳，把香灰取出来，结合陶乳做这个320。那这320呢，就是说就像那个我们看到了这个城隍爷的精神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不止320武创意，就连虾饼外包装嘛真有艺术。庙方特别邀请到书法大师王海峰以及水墨画家罗慧来帮忙创作。这一次很高兴，就刚好又跟那个虾饼做结合，所以就红色的虾饼就取其鸿运的意思，所以到安平买虾饼是鸿运。跨越过境，大家对他们虾饼的一个就是喜爱的。我相信，在我们城隍爷的面前城隍庙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恭喜我们这个龙虾。有别以往城隍庙予人严肃佮敬畏的感觉，庙方发挥创意，举办一件大吉公益市集，结合美味、创意、艺术，庆祝城隍爷圣诞，也为宣传台南400拍出头条。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